大家好，我係 Lucy Jane。你鍾意探索夢境嗎？有冇諗過夢可以成為你心靈夥伴？我成日喺夢入邊遊歷唔同嘅維度，有時會喺星空漫遊，有時會同另一個版本嘅自己對話。原來夢唔只係故事，更係一道通往內心嘅橋樑。研究話畀我哋知，夢境其實係潛意識同我哋傾緊偈。透過夢，我哋可以釋放抑壓嘅情緒，甚至啟動身體治癒能力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現代心理學都發現，夢境係我哋整合自我嘅時候。今晚就等我哋用溫柔嘅引導，開啟一場特別嘅夢境療程。